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初6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寒冬了后，在今仔日头一摆山区所在落雪哦，不过礼拜半暝可能会达到10度。杨惠如的万军案件，那也起到外交部抗议，那也讲民进党的坑儒成有提前予杨惠如，坑儒成也讲是互我学的。观光局针对包机来台湾超过7天6夜的旅客，会互旅行社1人1000块的补助，不过业者希望讲政府看较长的。讲到最近的天气是寒过湿，透早9点外，伫雪山3693中，温度也是低过0度，也开始伫咧落雪啊。而且这个关山头也是在今年头一摆落雪，合盘山的部分也是挖到0度，树顶的水珠拢开始伫咧结冰，挖到的时阵也开始落冰沙啊。气象局表示讲，沿岸较关山的所在也是有机会落雪，而且平地温度有可能会降到14甚至是15度，上低温会出现伫礼拜半暝啊，可能会落到10度。下大雪嘞！雪山3693中开始落雪，山中前楼梯卡的空地啊，规片雪白。布隆卡里布湾登山队一透早翕到落雪画面，有人回报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在场的人是欢喜迎接这场措施。今年雪山地区降下第一场雪，在雪山圈谷，它的那边气象局有设一个简易气象站嘛，温度是有到0度啦。南投合欢山温度无够低，无落雪，一透早游客发现树顶叶啊结满了冰珠，形成另外一种美景。接近中昼的时阵，天顶开始降落冰尘，虽然一落伫新乡涂骹就扬起，来到武岭停车场民众也是一直讲真幸运。太开心了，因为我昨天半夜就来了，会等到现在就对，感觉怎么样？赞，第一次上来就看到了，对，就看到。到咱下昼，位于花莲南投高界合欢山管理站户外餐岛甲涂骹已经积了白白一沿。工作人员描写一开始落雪，后来将为雪花轻轻啊降落。气象局表示，若水气充足，拜5暗时到拜6的透早，3000公尺关山有望有机会落雪。受到冷气团影响，气温也会降，6号暗时开始降，上低温应该会出现伫礼拜2的透早会降到10度。到明天清晨的话，各地的低温大概在14到15度左右。那到礼拜天的清晨的话，甚至来到11到14度。部分比较空旷的区域或是近山区海拔比较高的地方，甚至有10度左右的低温。气象局下昼针对大台北山区发布大雨特报，新北基隆宜兰发布大水雨特报。雨势要等到拜6的日时才会确停。至于回温，要搁加等一下。气象局表示，后礼拜1日时北部高温会回到20度以上，中南部是到25至27度。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向平面媒体投诉，讲上网络买中国制长鸟翅来码，想袂到搁架一条生鸟翅的马墙，而且仲是做伙寄来台湾，却竟害到非洲记者红叶来曝光。农委会表示，会请业者甲产品落市，若无一摆就该罚到上重15万。伫咧网络平台面顶，中国有各种各样的鸟翅肠，有点头佮特别写讲会送一个生鸟翅的肉肠。台湾有民众买回来了，真正收到肉肠，虽望境外包裹邮件拢会经过电工机100%的检验，毋过一个鸟翅肠内底所送的肉肠却无去互发现到。最麻烦的就是说，因为他给你塞了一条那个东西在那里面，可能有一些金属的东西或什么会挡住，还是怎样，不晓得。网络卖产品是误会接受，毋是食品类内底若是有放肉做的物件，农委会承认讲是无好查，已经通知各大商务平台必须要闭关，毋通互相关的产品有广告。若是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广告实施，业者若是有卖这款的物件，一概会罚3万块至15万。另外一方面，农委会呼吁民众若是收到肉做的物件，一定要寄予防疫单位。最怕的就是说，你会不会把它丢到那个厨余桶里面，让它变成厨余去收走？那这个我们是比较不愿意看到的。有伫卖这款商品的淘宝网表示，会继续透过技术性的手段，以防猪肉做的物件卖来台湾，嘛呼吁店头毋通用礼物的方式放伫货内底。若是虾皮表示，已经配合主管机关甲产品落价，毋过也是有一寡卖的人闪避关键字继续伫卖，因为中国非洲猪只疫情还未稳定，对中国过来猪肉做的物件，农委会表示也是爱全面预防。记者综合报道。杨惠如的网军案件，河南也过来为台北市议员甲立委去到外交部抗议，也发生冲突。
外交部认为讲，外交部无需要政治人物来遮做风看。不过，那赢的市议员说讲，民进党一个前高雄市议长康禄成，伫去年7月开始付钱，而且是逐个月付20万给杨惠如。康禄成伫下晡也指控讲是国民党伫咧介抹黑。继续咧叫网军案，国民党立委甲台北市议员早起到外交部抗议，要求部长吴钊燮落台负责，但是煞互警卫甲大门关开，双方爆发激烈冲突，场面真混乱。各立委的手互门压着，受伤送病院。里面的驻外警还挡着门，夹伤了2个立委，包括陈玉珍跟李瓦叶委员，现在已经送到台大急救。外交部重申尊重司法，但是嘛强调，无应该变成进行政治攻击的场合。对网军案那也明代大动作，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算是真低调。主席会觉得民进党在跟杨惠如串通人吗？谢谢。也聊一波一波来，国民党市议员游淑慧讲，民进党的前高雄市议长康裕成为去年7月开始，每一个月拿20万给杨惠如的公司。下晡康裕成亲身出面解说。我所委托的案子跟网军无关，也不是经营网军，纯粹是选举的相关经费，请不要用恶意的栽赃对待我。民进党甲杨惠如的关系必须外界检视，连总统蔡英文甲杨惠如有做伙翕相的相片，嘛互网友评出来，两个人到底敢有熟悉无？民进党主席戴荣泰出面替伊讲话。任何的公众人物啊，跟很多人即使办过活动同框，那么认不认识自己主观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哈。大家主观的意思，我们应该尊重。只要讲到杨惠如，民进党全面切割，但是煞无法度否认杨惠如是民进党员的身份。但是因若无处理好这波争议，选民对民进党的信任恐惊嘛会拍折。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在今日去到高雄基丁主持海巡的巡防舰号名暨交船典礼。面对着民进党加入去网军的风波，有网友阁找到蔡英文抱着杨惠如的狗的相片。蔡英文表示讲，只是伫咧游行队伍内面甲民众互动，甲杨惠如无私人的交情，也希望讲莫摕到外交官失望的案件来做政治操作。另外，赖清德也认为讲杨惠如事件互国民党政治化，只要查清楚，就会免烦恼讲影响到选情。甲所有斩断，甲酒馆讲互破，祝福船难落水了后拢平安。总统蔡英文早起到中信高雄船厂主持海巡舰号名甲交船典礼，强调国难国做政策，帮助台湾造船产业复苏。伊煞来参拜基丁2间庙寺，对着杨惠如牵涉台办外交官的案件，有网友查出蔡英文把摸着杨惠如甲狗仔斗阵翕相，质疑伊无熟悉杨惠如的讲法，伊是澄清，只是游行活动中甲民众互动无私人的交情。群众跟我互动哦，这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也并不代表说我对每一个人都认得，或者是每一个人我都熟识哦。那我要再讲一遍，对于杨惠如哦，那我确实没有私人的交情，也没有这个交往的这个事实。杨过杨惠如事件继续引发怀疑民进党的网络军队问题，蔡英文也希望讲卖做政治的操作。在司法跟媒体的报道上面也都理清了哈，所以我觉得这整个事情呢，我们真的不要无限上纲啊，也不要回避我们这个事情的本质在哪里哈。而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下晡是被新北市立委候选人拜票，也认为国民党希望将杨惠如事件政治化。不过司法已经起诉，调查真相了后就会烦恼冲击选情。对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讲，伊是网络被欺负的三兄弟，爱蔡英文多多关心伊的内心状况。赖清德讲，伊真难甲韩国瑜来做兄弟。对台湾的热忱以及对民主的坚持，我跟韩市长截然不同，所以。我也很难跟韩市长称兄道弟。那在守护台湾这样的一个大目标之下，人人有责。韩国瑜想要挑起赖清德的党内初选心结，也不过赖清德强调，为了守护台湾，伊的目标唔那是赢得陪当选，也希望立委席次超过1半，继续推动更加多改革。记者综合报道。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在今仔日针对霸凌三兄弟的议题，口说总统蔡英文，讲伊应该爱关心赖清德，敢有想要做伊副手？因为赖清德伫初选的时阵，民调是赢伊20%。另外，韩国瑜也批评讲，中央广播电台用政府的预算来宣传讲，上网册宣传韩国瑜互打击的新闻，认为央广是伫咧做政党斗争，就是违法，要求检方爱调查。不过，央广也出面驳回。更前瞻的政策来引导产业的发展。一日到半导体大厂旺宏电子、韩国瑜甲张善政参访时就穿着红旗粉尘的衫签名来翕相，除了对手蔡英文才拄来过，双方敢若互相伫拼。韩国瑜顶爷也讲到经济政策甲理念，深信说半导体扮演的角色，硬体扮演角色是越来越重，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方向。我们鼓励多元化应用，然后把这应用赶快转化成晶片。对了，这个杨惠如利用网络军队案件，韩国瑜点名中央广播电台用有算上脸书推播宣传打击韩国瑜新闻，伊批评政府有算被摕来做政党的斗争就是违法。它类似一些道德问题或者一些风气的问题，这明显违法的行为，所以我觉得台北地检署应该立刻立案调查。连国家广播电台领文化部预算，每年4亿多的预算，他在网络脸书上下的广告是含黑的新闻，推播的是含黑的新闻。央广是发出新闻稿，强调针对总统大选，央广对1月开始总共推出8篇专题报道，其中3篇经过脸书审核，总有投放脸书的广告，总共支付大约1185块。也强调央广是秉持新闻专业平衡报道，只有蔡总统公布的666有利政策，甲5号公布的所谓政策，也让韩国瑜定也积极抄袭。其实韩市长前一阵子也讲了说，欢迎抄袭，好的政策欢迎抄袭。如果你从头抄到尾的话，那干脆换我们来执政，不是更好吗？韩国瑜进前讲，被欺负三兄弟的话题，和蔡总统宣讲赖清德无想要甲韩国瑜做兄弟。而韩国瑜是搁再讲，赖清德初选民意调查真悬，即阵却是委屈做副手。蔡总统更加应该关心的是赖清德的心情。记者综合报道。杨惠如的网军风波，除了民进党，这回阁扫到台北市政府。市政府顾问蔡碧如也讲，捌有3个查甫人一直爱市府专签的补助。台北市长郭文哲奉逼家爱废掉专签的补助。郭文哲也讲，伊废掉真侪专签。另外，民众党甲亲民党也推出真侪政策，要来抢政党票。台北市政府到底补助过杨惠如偌济钱？外界拢咧看。市府顾问蔡碧如佮亚了杨惠如伫瓜木提上任的第1年进市府，煞定定要求爱市长专签，提供另外补助互雇主。瓜木提嘛因此甲专签废掉，强调依法行政。我废掉一个是小巨蛋的公益档期了，以前70天是50天是打分数的，20天是市长专签嘛，废掉很多专签的，就是说全部用打分数的让。有一个委员会，然后按照分数排。郭文特摒弃前，台北市府劳动局长赖香林要摒劳动政策，按算12月中会时一摒选择，早起伊阁请假参加民众党的劳动政策记者会，伊主导的台北市外送平台业者管理自治条例，唔那是全国第一，未来嘛要伫国会推动。类劳工的概念必须是现在大家要面对的劳务提供的课题，课与平台业者的责任要帮这些外送员买一定的这个保障的这个意外险。为了抢政党票，亲民党甲郭家军做伙推出6个政策，部分区立委候选人薛明志、刘宥彤佮蔡庆瑜拢有出席。对外界一直利用郭台铭甲郭木提敢是无要佮合作，蔡庆瑜有无同款的解读？我们是被分手了吗？其实这件事情哦，我觉得双方既然要合作，也不需要透过媒体隔空在传话。那很多事情，我觉得面对面讲清楚，都还是会比较好一点。那郭先生呢，在后面呢，是我们2队的球迷，那也鼓励我们，然后呢，希望我们2队呢都把球打好。薛明志认为，国民党、民进党甲亲民党的党名拢有一个名，但各党对名的解读无同款，就亲像拍篮球，屡屡无同款的球队，但是因的目标拢同款，要甲球跑好。记者综合报道。希望国际观光旅客会当伫台湾开搁较侪钱，观光局也提出补助的措施，只要是来台湾包机的旅客，伫台湾停超过7天6暝以上，旅行社就会当得到1位旅客1000块的补助金。业者虽然讲是真期待，不过也希望政府会当看较长咧，唔通互观光亲像欠火不一面。
台北市有名的树林夜市周边，国际观光客不少。来自菲律宾一家4个人已经来台湾第2天啊，正準備要去參訪故鄉。來台灣旅遊到底要規劃幾天呢？ Of course, is I have long vacation. I love to stay here for a long time like that, but cannot. Only for 4 days. 要这对来自波兰的爸仔已经是第2擺來台灣旅遊啊，拄好是旅遊最後一天，正準備要坐捷運到機場去坐飛機轉去。因認為伫台灣旅遊用4天已經有夠啊，若是要住7天，因講會規劃搭配其他國家的行程。 Very good place to stay. 7 days is for you is too long. It's too long, yes. Why? Well, we are working Singapore and Taiwan, so it means almost 10 days. For 10 days, yes. 國際旅客來台灣普遍敢若住5天4暝，不過各個旅客消費力無同。根據觀光局統計資料顯示，各個每天平均消費金額以日本遊客消費力上強，平均219塊3角5美金。再再來是大陸客，平均是211塊6角8美金。韓國是有187塊7角1。美國甲歐洲攏在84到85頂下啊。而東南亞是以泰國的消費力上強，平均有189塊8角1。 為咗提高國際觀光客伫台灣消費機會，觀光局推出補助措施，凡是入境包機的旅客，伫明年6月30之前，伫台灣停留達到6天7暝以上，旅行社就會得到講每一位旅客1000塊的補助金。只要多留1天，事實上他每天都一定會有消費，不管住宿跟其他開銷。 也毋過部分的旅遊業者認為，若是要把資金放在短期效應，不如把錢開在改善國內觀光景點。假如說1000塊錢再能夠投資到一些所謂觀光景點的一些改善，我想這個效應應該會補助這1000塊來得更好。 另外，為咗甲國際旅客確定到台灣其他的所在，觀光局推出補助措施，即要入境屏東恆春機場包機旅客，實際載有50人以上，就使得到補助；若是超過50個人，旅行社每一位旅客使得到600塊的補助。記者綜合報道。 經濟部在今仔日預告，明年再生能源，也就是綠電、降收的保證計數，其中離岸風電的費率是降上濟，今年是達到5塊半較低，明年是降到5塊桶，無到5塊1。厝頂型的太陽光電部分，明年是達到，也是要挖到5塊8，也是降小塊。 能源轉型，離岸風電積極發展，政府保證收降綠電20年，當年也攏會召開心電會，決定過當年的計數。然後經濟部能源局預告明年109年再生能源盾構費率，離岸風電為1度5塊5角16，預計降到5塊946。 降幅7.6%，照了將近10角2，是降幅上濟項目。地商意外表示，費率比預期調降加真濟。 對於這個結果，我們當然很意外。經濟部也知道，我們很多的成本，其實在去年就被決定，所以在那時候合約既然已經定了，代表它的價格已經定了嘛。好，所以並沒有再大幅下降的事情。業者講，若講調降1至2%也可當接受，7.6%實在是超過預期。這期政府的計算公式甲邏輯當然無同。能源局解釋，離岸風電用量正朝向大型化發展，新定是依照成本降幅去計算。 離岸風電的成本，因為它單機容量會朝向大型化，所以它的成本的部分相對是有比較大概降了大概7% 的一個幅度。至於太陽光電分成厝頂地面水平型，每年的盾構費率是每度3塊9角408到5塊7角788之間。 比今年降0.34%到2.44%，發電按場哪細成本哪懸，頂禮拜環團才煩惱，加好小厝頂太陽光電盾構費率會降上濟。即馬結果公布，20千瓦以下盾構費率今年每度5塊7角983，明年1度5塊7角788，是降上濟結果。能源局表示，這是因為要鼓勵民眾參與厝頂發電，在升氣能、廢棄物、小水電發電費率攏有淡薄仔起1至4%不等，以繼續鼓勵再生能源多元發展。記者綜合報道。對着阮的鏡頭來看在地上大條，講到詐騙啊！詐騙若是要騙時大，攏用新人的辛苦白聽；詐騙若是要騙少年仔，就講免趁就會好驚。在台南檢方也掠到一個詐騙集團，和做新致富電子商務公司，叫人愛甲因投資，講當半到3年之間就會當賺3倍外，佮用出國旅遊食好料甲因款待，一年外就超過1萬人甲因納錢，而且攏收不超過20多億。而且，這個涉入的負責人因阿媽寶也已經互收押，檢方也繼續在追查。
伫户外举办大型感恩餐会，为整治颁导事务，到台电捐款予慈善团体，也搁找专业摄影拍成宣传影片。这间公司对外一开始是以财商管理学院 New Club 为名，就高利督促，后来搁改成新庇护电子商务，就投资行动支付。不过台南检方查出，根本就是非法集资集团。从106年10月起他就开始在招募不特定的民众来投资，那打着是要成立行动支付公司的名义。检方调查，这个集团已强调一年会当获利2至3成，一年半到3年之间会当获利3倍。找下线也另外发集资1成5的奖励金来吸引少年民众投资，并且用盛大的餐会、吹灯啊、歌手演唱、加招抬出固定方式等好价，营造公司趁钱给上。上面大家都是以发奖金这样子，大家上去领奖这样的方式，最低他们发到300块。最高他们很像有发到20几万，领的最高就是他老婆。目前查到的是这个负责人夫妇他们在高雄拥有的一栋房屋大概2000多万，市值2000多万的房屋那其他的所谓集团干部他们集团内部人员的部分他们因此而获得的款项，其实我们也还在追查当中。检方估计1年半来，这间公司招的投资人超过1万名，资金也超过21亿，4号分19路搜索，带回细龄负责人翁仔某等10名相关侦办，细龄翁某已经被收押，目前要扩大清查金流，也呼吁更较侪被害人出面。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台中市经发局的调查，42大公有市场第131栋建筑物内面有96栋内政程度不足，也就是未堪的真强的地动，敢若26%有通过。经发局也表示讲，明年已经骗1亿5千万要去征收，若是全部拢要来征收，可能要到7亿外。不过大头上届烦恼的时阵，就是工程伫咧做，敢有法度做生意。虽然早市结束结束，有一寡大头也伫传物件，准备要来营应年底大月。这是台中市的第5市场，算已经超过70年历史。民国72年也捌重启一摆，杨国书伫会顶讲，确实要有大头的所在，需要进一步来整理规划。陆续一直增加，包括讲迄个固定摊位了，就有一寡临时摊位嘛。这个建物拢无同齐，无同齐，产生讲一期的这个结构拢无共款。早期的固定大头，单位关系无共款，也拢真旧，大细也有差。真有伊的临时的大头的所在，顶头就是天平砍掉咧。真侪旧建筑，毋但无符合即阵的建筑法规，内当系数也不足。根据经发局统计，即阵台中市42处公有市场131栋建物，其中内当系数不足有96栋，总修理经费需要7亿400多万。杨国经发局讲，满年度预算只有1亿4900万，108年度信用经济部的补助，先来修理5栋的建筑物。比较老旧的市场进行结构补强，先做起，再慢慢扩展到一些年纪比较中的，那年纪比较轻的，那就看它的结构状况是如何。台中市经发局讲，其他内当程度不足的91栋，也单预算到位，每年来编列预算。而最成立的人虽然欢喜看到讲旧市场重新来修理，不过惊讲配套不足，反倒等影响生理。个人会比较喜欢进来，比较喜欢来。因为现在传统市场都快要没有人了嘞。那我们是一面做，换个位置移一下东西，这样在做的。因为怕客人跑掉。对。现在最成立的人讲，修理过程搁再对嘛爱几啊个月，若是大规模的修理补强，若无导致生理，也影响人客消费习惯，烦恼人客散去。旧市场的修理补强，除了经费以外，也有人的问题要来克服。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头一间公办民营非营利的幼稚园，设伫大埔美精密机械园区内，予要遮来遮上班的民众会当较方便顾囡仔。因的目标就是希望讲吸引好人才来到园区内面食头路，带动地方的发展。幼稚园的囡仔食饱了后，准备要来困中昼。囡仔所伫的这个非营利幼稚园是嘉义县政府配合大埔美工业区开发设立的。目前内底囡仔有8成拢住伫咧附近。有非营利幼儿园的设立非常不错，因为它可以减轻家长托育的经济负担。与家长工作地区的一个分布几乎都是在大林里面，工业园区占了家长的一个工作42%，非工业园区的大林镇占了50%，
其中还有8%的家长是来自大林慈济医院的一个医生。该县有18乡镇，选伫咧大埔米园区设立第一间非营利幼儿园，主要是要让园区就业的民众方便照顾。未来嘛会规划社区托育空间，协助家长照顾2个月以上啊未满2岁的囡仔。一开始在园区规划的时候，就有些涉及到考量到厂商、员工子女的一些需求，所以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就在园区里面划定一块基地，要设为幼儿园。甲其他县市无同，嘉义县因为少子化、人口外移的问题，公立幼儿园嘛拢无满。园区设置非营利幼儿园，嘛是希望营造更较友善的育儿空间，吸引少年人回流。县府指出，未来继续观察大埔米非营利幼儿园的状况，过来思考其他乡镇的设置甲安排。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美国总统 Trump 弹劾庭事是无停休，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初步要求司法委员会的弹劾条款草案，上紧会伫10日来提出。川普也伫推特发文讲，强调家己是无辜的，也讲家己会拍赢这场弹劾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5号讲，会进一步推出控告甲制裁川普总统的庭事，要求司法委员会来草拟这个条款。The president leaves us no choice but to act, because he is trying to corrupt once again the election for his own benefit. The president has engaged in abuse of power, undermining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jeopardizing the integrity of our elections. I am asking our chairman to proceed with articles of impeachment.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2个月调查报告指出，川普涉嫌运用总统职权，用军事援助甲访问北京为条件，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伊的政治对手进行司法调查。众议司法委员会上紧会在10日提出对川普的控告甲制裁条款，结果由众议全体大会来表决。Do you hate the president, Madam Speaker? Because I don't hate anybody. Representative Cohen, reason I ask. We don't hate anybody, not anybody in the world. So don't accuse me. I did not accuse you. You did. 佩洛西被在场记者问到讲，是毋是怨恨川普总统？伊真罕的，佮活转来港台来回应，讲对川普提出控告甲制裁，甲选举无关系。而是川普违背总统的誓言，违背美国宪法。身为天主教徒，伊无得接受分这款的讲法。另外一方面，川普相关透过推特强烈反击，讲激进的民主党毫无理由要对伊控告甲制裁，也讲即阵共和党是真团结，会拍赢这个案件。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法国有一个工会反对总统马克所推动的年金改革，按算对12月初5开始，鼓舞全国的劳工来发起罢工。头一天就超过100外个都市，超过80万人上街抗议。另外，伫首都巴黎高铁则是完全袂点袂动，而且飞行机的航班也受到严重的影响。法国总工会 CGT 所发动的这场无限期的全国大罢工，却有法国媒体用史上上强、有着超级无敌等等的字来形容。首都巴黎地铁车站的铁门全部拢流落来，车路的交通是大塞车。市中心有65000个人的游行示威。就算讲游行的队伍打开始是真和平，啊，毋过一边穿乌衫的示威者放火来烧停伫路边的拖车，而且用石头来破坏商店的塔门，引起警方发射催泪gases来进行驱离，场面是乱七八糟。到初5暗时为止，已经有90个人去用掠起来，同款冲突的场景嘛，伫南特、波尔多、雷恩等等的城市出现。Toucher aux retraites, c'était la goutte d'eau qui a fait déborder un peu le vase, quoi, parce que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on y perd tous. Que ce soit pour le chômage, pour la suppression d'emplois dans la fonction publique, que ce soit pour la vie quotidienne de tout le monde. Donc la touche aux retraites, ça nous donnait la moindre idée de ce qui va se passer. CGT 讲有150万个人伫街路面顶来响应这场大罢工，内政部统计数字是806000个人。除了交通以外，学校、病院、邮局等等其他公家机关嘛加入去这届的罢工，影响的层面是真快。巴黎真有名的观光景点埃菲尔铁塔、奥赛美术馆、凡尔赛宫等等，全部拢关起来，无开放参观。全国8座炼油厂有7座去予工人封锁，若是佮继续安尼落去，会引起欠汽油的问题。法国全国公民营单位总共有42种无同的退休制度，马克龙政府想要杀齐头式的年金制度来取代，详细法案内容还未出来。不过工会已经认定，新的退休法会让劳工的退休年纪变侪岁，退休了的生活会变甲真艰苦。按说讲要甲马克龙政府拼落去，就算讲要甲年底真重的耶诞节甲新年的采购贵费条嘛，一定要做。记者综合报道。
轿车服务的公司 Uber 采购公布安全检讨报告，也是头摆对外公布讲，防指控卡来手内的统计数字。报告显示，2017年到2018年 ，Uber 伫美国发生约6000件，大约内面有450件是较严重、防超大的指控。轿车平台 Uber 采购公布安全检讨报告，指出2017年到2018年之间，伫美国在 Uber 发生的性侵指控案件有6000件遐尼多，其中包括450件强制性交案件。这是 Uber 头一遍公布相关数据，内面对外界对这 Uber 安全性的质疑。报告显示，2018年 Uber 伫美国载运差不多13亿抓，其中拢总收到3000多件性侵投诉。不过，2018年上严重5种情况的性侵数量，已经比2017年减16%。Uber 强调，99.9%的旅程拢是安全、毋免烦恼的，而且驾驶往往拢是受害者，只是互媒体报道甲大部分拢变做施暴者。Uber 强调，这款性侵案件的施暴者当中，乘客就占一半。Uber 伫世界各地面临监管机关的压力，亲像是英国伦敦就用 Uber 伫保障乘客的安全一直在失败做理由，撤销 Uber 的营业许可。记者综合报道。CNN 讲有摕到上新的卫星相片，表示北韩可能在准备重新启动，会当发射长途飞弹基地、西海卫星发射基地。美国总统川普捌讲过，北韩已经答应讲要拆掉这个基地。不过专家也认为讲，这是北韩要逼美国会采取行动，若无北韩就可能重新启动核能武器甲长途飞弹试射。CNN 联合报道，为美国加州的密德伯里国际研究学院取得的上新卫星相片显示，北韩用来发射长程弹道飞弹的西海卫星发射基地出现进前所无的大型军火废轨，真可能是北韩将测试发动机为了中期卫星发射器甲洲际弹道飞弹做准备。川普捌伫去年参见新加坡峰会了后，甲记者讲，北韩答应要拆掉西海卫星发射基地。北韩向美国提出的年底谈判期限话紧，川普之前出席伫英国伦敦举行的北约高峰会时，佮讲起2年前替金正恩讨的外号火箭人，也佮讲若果有必要，不排除对北韩动用武力。 Like sending rockets up, doesn't he? That's why I call him Rocket Man. 2017年9月，北韩发动第6摆核子试验，美朝关系真正恶化。川普甲金正恩以火箭人甲老饭店敲死对方。北韩顶礼拜才试射第13粒的飞弹，也佮有个要送美国圣诞礼物。川普伫敏感的时机假时，对此北韩外部线互相误会，透过官方媒体朝中社回应。若讲川普调过伊使用2年前的字，迄就代表一个非常危险的代志。南韩总统文在寅5号正期来拜访的。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希望中国会当伫美朝中扮演积极角色，重启无核化谈判。회국고 평화로운 한반도라는 새로운 한반도 시대가 열릴 때까지 중국 정부가 지속적으로 관심을 가지고 지원해 주실 것을 당부합니다. 专家指出，西海基地其实伫今年3月就捌恢复工程，不过了后一直到12月初5拢无新动作出现。专家认为，这真明显是爱美国采取行动，若无金正恩政府将有可能重启核武试验甲长程飞弹试射。记者综合报道。 今日中国日前有宣布讲暂停美国军舰去到香港休整。美国参议员 Scott 却提出讲，美南会使去访问台湾，表示对台湾支持的想法。专家也讲，美南改来要听考台湾的需求无悬，而且中美的头人有可能想要甲香港效应限制条例。 伫咧中国进前宣布暂停核准美国军舰去香港征收了后，采购美国联邦参议员斯科特伫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面顶讲，美军军舰会当去访问台湾，看得出对台湾的支持。How else can we be supportive? And there's anything Congress should be doing to be supportive of Taiwan? There's a sort of diplomatic message that could be sent. I think there's also a practical concern about leveraging those port visits throughout the theater.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鲁德解说，会根据台湾关系法支持台湾合理防御的需求。军事专家分析，美军军舰停靠香港的意义无大，因为阁有日本、韩国的盟友会当协助，该停靠台湾的需求性嘛无悬。毋过，川普甲北京政府对香港法案的反应，颠倒是看得出有想要甲香港议题问题变细。香港这个点其实对美军的行动来讲不是那么重要。
反而最近看起来像是华府跟北京之间的一个政治的温度计。华府跟北京目前都有共识，至少是默契，想要限制这个香港法案效果，不要让它外溢到其他更重要的领域去。美国海军退休上校情报官法内尔伫华府智库 CSIS 中国国列年度会议指出，若是两岸无法度达成政治协议，中国上摆伫2035年对台湾发动军事攻击。Making the next 10 years the most important decade of U.S.-China relations in history. 根据会议的民调，38%支持法内尔观点，61%是认为讲袂安尼。专家分析，中国若是凊彩用武力来还台，可能会互想要实现伫咧西太平洋甲美国竞争的目标时间变慢，除非台湾走向法理台独的路线，中国才有可能会有用武力还台的动作。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香港反送中运动也已经被半年啊，而且因也是继续伫咧表达因的诉求。民众安生在这个礼拜要发起国际人权日游行，想要到警方确实无反对。新任的警务处长郑炳强，佮呼吁讲民众爱甲警方合作，若当着暴力的事件，爱提出勇气谴责。不过，民众的调集人金主杰也讲，颠倒是郑炳强家己爱先做头，提出勇气谴责因的警察用暴力行为。手提标语诉求伫咧追究警察暴力、保卫人权。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计划伫咧礼拜日发起国际人权日的游行，得到警方发出不反对的通知书。民电调集人金主杰车力呼吁第一线的警员要控制家己。不过，新任警务处处长郑炳强发声，民电甲警方合作，维持和平游行。若是遇到暴力的事件，应该提出勇气来谴責。雙方伫媒體頂掛互相嗆聲。呼籲有關嘅主辦單位，當佢見到暴力嘅時間呢，係請佢哋攞出佢哋嘅勇氣去譴責呢啲暴力。我哋覺得只要警方克制嘅話呢，我哋係可以確保12月8號嘅遊行呢係和平發生嘅。希望我哋嘅鄧炳強係比盧偉聰有智慧，係比聰明啲。佢哋唔好一路就係話希望遊行有秩序，一路又唔肯開更多嘅路面。這場人權日的遊行意義真大，除了是區議會選舉以後上大規模的合法遊行集會，嘛是反送中運動以來經過4個多月第一屆強溫準的遊行。香港反送中運動已經半冬啊，警民衝突早就已經變做香港街路真史上的代誌。而且有1年的記者佮真不幸，伫咧今年9月29採訪示威活動的時陣，那就叫香港警方開槍佮目睭大青眉。They already told me that I lost the function of my right eye. Effectively, justice is so important in my case because this case is not only about me. It's also bringing justice for all the injured people in Hong Kong. 因大要求警方提供涉案警员的身份，不过警方所有案件搁伫咧调查当中，继续凊彩甲伊准过。伊真失望的表示，若是警方使用暴力会当去用暗砍，伊烦恼讲不幸的事件嘛会伫其他人身躯来发生。另外一个1年的作家尤里，因为报道反送中运动，结果去香港政府用申请签证延期来做理由，甲伊关起来要28天，落尾去互赶出境，嘛引起国际记者联盟的不满，指控香港媒体自由度一直降低。记者综合报道。强迫性梁骨炎是一直拢无法度断根的，不过中建院的研究团队也找出底片原因，那是甲体内的 TNAP 酵素压落来，就会当阻止无正常的骨质乱生的情形。研究团队也发现讲，目前正在治疗含烧的2种药啊，都有机会用来治疗强迫性的梁骨炎。得到强迫性梁骨炎，会有透早规身躯电扣情形，严重的时甚至脚骨无法度行，梁骨互相连做伙，变甲电扣，最后强化，亲像跌骨。目前我无到完全向治疗好势。不过中央医经体研究中心团队经过7年拍拼，找到关键的致病原因。的僵直性脊椎炎病患都带有这个基因型，那我们发现这个基因呢，它会启动不正常的蛋白堆叠的路径，那导致不正常的讯息传递路径以及不正常的转录因子的产生，那之后呢，造成酵素 TNAP 的大量增加。研究团队为临床手术提出发病最古建议的干细胞，发现就是 HLA27 基因在作怪，合成2倍时阵产生错误的塔做伙，变作无正常的现象。这会传送特殊消息，增加 TNAP 酵素，造成无正常骨化，也就是最古形成，最后造成强迫性梁骨炎。掌握到关键酵素了后，
研究团队嘛发现，市面上即卖两款药物有机会甲老药物搁摕来治疗强直性龙骨炎。通过的药物有这个 Lavamisole 跟 Pelizonate 这两个药物呢，是已知可以用来当做 TNAP 的 inhibitor。那甚至呢，配合一些血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指标，可能也许可以对未来我们在选择什么样的病人适合什么样的药物，做一个更个人化的一个医疗。这体医疗难题，带来新的希望。未来敢会当有机会完全治疗好势？团队表示，两款老药会当控制8成到9成的最具形成。不过，敢会当完全治疗好势，敢会当待证实。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去年全球感到麻的疫情数据，因为全球性的反疫苗运动影响，全球感到麻的病例也已经超过1000万人，上无有14万人因为安尼来死亡，而且大部分拢是5岁以下囡仔，其中以太平洋多数国家萨摩亚的疫情上较严重。萨摩亚首都阿皮亚街路面顶店指居民伫门口挂红旗等待来注疫苗，因为萨摩亚发生真严重的麻疫情，已经有4200多件病例，造成62个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拢是囡仔。而且为着要停止疫情继续拖，政府下令初5、初62天停班停课，禁止出去外口，而且派防疫人员去民众的厝里来注麻疫苗。Everybody stays at home. No car should be on the road, so as not to pose any problems for the fast movements of our team. 太平洋岛国萨摩亚人口仅20万人，过去境内红鸭仔注疫苗几率差不多维持伫咧8成左右。不过去年2018年有2个囡仔因为人为的医疗疏失，注麻疫苗了后死去，注疫苗会死的假消息嘛传较真紧。而且世界卫生组织嘛公布数据，2018年受到全球性反疫苗运动的影响，全世界感到麻的病例已经超过1000万人，其中大部分拢是5岁以下的囡仔人。That these outbreaks are happening and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ases and deaths are happening, and the underlying reason is that people are not vaccinated. 其实，萨摩亚政府今年10月份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疫情紧急状态，而且对反疫苗老外的人来处理，还有大规模训练不是医疗专业的公务人员，来弥补公共卫生的人力。不过，疫情也是无法度控制，各种相比注射的状况一直来发生，所以萨摩亚政府今日当伫初5宣布，全境封锁48点钟，每一户拢爱注麻疫苗，希望讲会当赶紧甲疫情控制。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这几年，咱会当看到各行各业拢有伫咧使用 AI 人工智慧，甚至有的研究者也希望将 AI 当作是厝内面的人。咱也做伙来看因的研究成果。机器人面的所在有一个荧幕，会当表现出各种的表情，还可会当进一步甲视大人做互动的活动，而且透过演算法知影伊迄当阵的心情。这个机器人会去互开发出来，就是希望讲会当陪伴老大人，预防失智症。这是韩国梨花女子大学附属木康病院脑神经内科医师金清和，目前伊正在进行用机器人预防失智症的实验活动。We wanted to more interact with the robots and the elderly, so the greater motivation in the robot group might prevent the age-associated cortical thinning in that group. 对高龄化社会的降临，机器人豆豆会当变做那像是厝里人的角色。除了韩国、日本甲台湾的研究人员，嘛共同进行一场新的实验。因为失智症患者的情绪反应，常常互厝里的人照顾甲真忝，所以第二个研究团队甲机器人交互失智症的老大人，所以意外发现机器人会当变做人甲人之间互动的通声源，而且机器人嘛，互因产生想要照顾别人的心情。有这个同龄的就是团体之间的这个人际的往来。再加上新的这个事物的刺激其实变成他们沟通之间一个新的话题。如果能够适当的有效扮演这样子的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最近这几档包括农业制造业、交通、病院、银行等等，有愈来愈侪所在拢会当看到各种各样的创新 AI 应用。各国研究者阁想要拍拼，互 AI 用一个亲人的身份入来家庭内底。不过机器人若是变做家庭的一份子，敢是会去破坏掉亲人之间的关系，嘛真值得开发者进一步来思考。记者综合报道。宜兰二届王公庙王公文化节在今仔日活动起过咯，拢总有5天的活动，而且伫上尾天阁有过花炭会，要来祈求风调雨顺、合境平安。
囡仔兄囡仔姐对音乐跳舞打卡步，稍来甲二节王公的桥卷起来，准备过火。既然五节乡一年一摆宗教的大代志，二节王公文化节这个月初6开始，一直到初10，为期5天。地方的大大小小，就拢来遮甲新明斗闹热。摕乌灵旗替王公扫路，光桥的人骹手就爱真美，因为涂骹囥的拢是用火炭起的火。桥班的人模拟过火的情景，现场的气氛是闹热滚滚。全台湾这个过火拢过金火，剩咱王公庙里过炭火。过炭火伊是一个真无简单的一个起火，甚至伊的火堆是要有真技巧的做处理，你人行过才袂去烫着。王公过火的仪式，伫咧民国18年登录做无形的文化资产，伫咧1802年，佮登录做宗教8景之一。其中掠当机跳过火，跳过万斤的火炭，会使讲是全台湾上界盛大的庙会活动。咱全台湾上大的万几斤的火炭活动，一只热心，也请各位咱所有乡亲、所有中国朋友，会当共同来参与这场盛会。王公洗教啊，也代表旧历新年特别教啊。今年三王公千秋过火的仪式，唔但有平安岛、歌戏的表演、书法展示等等的活动。上界重要的，就是文化节的上尾天，初10下昼过火，也有弄桥开活动。到这个时，善男信女就拢来遮祈求三王公保庇地方风调雨顺，大家身体健康。记者综合报道。花莲故事馆办理社区绘本的创作培训，鼓励民众把故乡画出来，讲在地故事。唔但爱大家爱重视落水客绘本，也有3月19北港野马祖加个野糖仔的糖仔雨，逐本拢嘛真新色，而且也拢真有意义。这个住伫婚林西的10岁查某囡仔林子轩，用落水客做主题，家己画图设计故事的主角，甲编写内容。创作落水客感觉是客的绘本，用轻松讲故事的方式，要互民众来看中落水客欠水的危机。我问妈妈，妈妈，浊水溪还是溪啊？还有过来北港的李伟霆，平常时就介意设计甲画图，介意来北港遮生活了后，看到北港妈祖文章的真人艺稿，用家己照囝做主角，创作出《糖仔雨》这本册，希望引起民众更较侪反思。北港一格是小朋友的梦想嘛，就是当然一定要除我捡糖果之外，但是大家很想上去做一格。然后，但是近年来的糖果灾很严重，所以我顺便就是让他体验一格之外，也顺便教导说，我们糖果的东西也可以改变。为着要让婚林在地故事，互更较侪民众看到甲听到，文管府甲婚林故事馆举办社区绘本创作培训、推广甲出版，今年已经是第11档，目前累计创作要100本的绘本故事，而且透过骑脚踏车的方式来社区还有学校讲故事，互大家听。就是故事从哪里出来，我们就要去哪里。所以今年我们会走5个乡镇。这个绘本呢，都是取自于在地的生活，把生活跟在地的文化结合，然后透过绘画的方式来说故事。文管副文化处表示，今年出版的4本绘本故事，包括北港妈祖文章的宝贝仔、糖仔雨，还有人甲狗仔是上好朋友关系，敢是你学的？还有探讨环境危机的落水客甲抑阁是客，希望透过这个绘本故事的创作平台，互更较侪人看到婚林在地的故事。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龟山有一块私人土地顶头，有一张日本时代所种的樟仔树，也因为土地要进行开发，地主也即将这张樟仔树断茎，打算要刷去别位。不过在地人也认为讲，这张老树是社区的重要资产，也发起抢救100年老树，延续在地情感的活动，希望市政府会当出面来协商。这张樟仔树甲路边来来去去的车辆，看起来是一个强烈的对比。超过3层楼高的樟仔树，就伫咧桃园龟山区省道边仔的私人土地面顶。地主已经甲4棵位仔到位里，准备要开发，嘛甲樟仔树断根，按算讲要刷去外市。龟山人共同的记忆啦，哈，那这个记忆呢，不要流落到他乡，啊，就是要留在本地。希望植物可以被重视到，因为它是一个生命，它不会说话，但是我们要替它发声。
在地人认为讲老树是社区真重要的资产，发起长久百里老树延续在地感情的行动，希望市政府会当出面协商。议员嘛批评讲，市政府甘愿开9亿来帮农业博览会，却无注重在地的老树，要求农业局爱乐观处理。本来就有公权力介入的条件，它必须要介入。私人财产的部分，我们也不管是用公家资源来弥补，或者是我们透过社区募款的方式，我们都愿意来积极处理这件事情。我们的积极作为除了我们会启动我们的普查以外，第二个我们会再来持续跟地主来做一个沟通。农业局表示，107年针对50档以上的老树仔，订定桃园市树木保护自治条例，目前立管保护的树仔有258丛。今年都卖针对龟山区的老树来进行普查，不过伫咧私人土地面顶的树仔，必须要经过地主同意立管，会拍拼来沟通协调，争取甲树仔留伫咧龟山的公园绿地。记者综合报道。咱大家拢来食台湾米，今日时势代代出头天。农粮署积极辅导中部农民做稻仔生产过程记录，也辅导因去形成生产履历。农粮署阁请有名的总铺师来做创意料理，要来替中部米做宣传。桌顶摆真济做甲真功夫的料理，这拢是中华地区餐厅总铺师的手艺。农粮署为着要行销中部的好米，特别设计这寡创意的菜色分享给民众，好用米做的料理嘛会当有变化，民众就会更加喜意食米。在民国70年的时候，每一位台湾人每一年一个人所消耗的这些稻米的重量是98公斤。105年的时候，全台湾的稻米消费量，每一个人每一年的消耗只有44.5公斤。农粮署长表示，国人因为食食的习惯改变，所以大家人每年食的白米量一年在减少。这几年来，民众注重食安，各地农会一直在协助农民契约种植、产销履历管理，而且推广美食料理，才互食米的量慢慢恢复。但是真侪民众认为东部米较好食，和中部的农民是真不服。咱的米非常好食，咱地老咱这落水溪的这个灌溉咱讲会使讲目前走水溪是咱全国最没有受污染一个迄个好料。咱踮这沿岸遮有咱中部有这个落水溪的灌溉互咱这个米会当讲话Q 嫩中部在地农会拢认为讲，虽然东部较无污染，米的品质一直拢袂歹，但是中部地区是国内的牛仓，稻仔拢是用较无污染的落水溪水来压，嘛着真侪种，加上产量稳定。价钱嘛袂遐悬，整体看起来是袂输互东部米。记者综合报道。唔知影恁敢知影什么叫做飞盘运动呢？虽然讲这项运动伫台湾无讲介入，不过伫台中太平的中一国中属一个飞盘队。今年12月也要代表台湾去到菲律宾比赛，也因为出国的经费不足，学生也发起举办活动，目标就是出国比赛拼一个好成绩回来。飞盘运动伫台湾唔是真日的活动，不过伫台中太平的中一高中，对2014年开始成立飞盘队，唔但聘请专业的教练来指导，也招有兴趣的学生来练习。也因为每回比赛拢有真好的成绩，今年也要代表台湾去到菲律宾参加亚洲青少年及代数飞盘锦标赛。体育训练是非常花钱的哈，那政府补助的经费之外，有很多经费都需要自己去筹措，尤其在礼拜六或者是假日的一个训练过程里面，也是需要花费一些金钱。那我们就是由政府的预算以及家长会的一个支援，还有我们各项盘整社区的资源，共同来参与。因为飞盘运动伫台湾无流行，各种资源也真罕去找到。而且飞盘运动是团体式的运动，需要众人做伙参与，也要有十足的体力甲固定的时间来练习。不过学生囡仔甲食苦当作是食补，一回搁一回练习，也累积真实践的基础。不过讲要出国比赛是钱银三不变，欠班主路费也用义卖方式来递延。为什么会发起这个活动？是因为学校老师看到这些小朋友为了要完成当一个国手梦，然后希望能够代表国家出去比赛。因为像在国内的比赛，就是竞争力不会像国外那么好，对，所以就是想说多参加可以去国外的比赛，然后从外面的学习外面的东西，然后带回来学校分享给队友。因的教练也讲，透过一摆搁一摆的练习，甲一身个人的练习，会当互选手了解对办项代志的珍惜，也搁较把握每一回的比赛机会。记者综合报道。
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于13度到16度，中部地区对于13度到20度，东部地区对于14度到23度，东部地区对于14度到21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1度到19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也因为圣诞节特别到落来，咱所有来就带恁来到饭店港，看因圣诞节点灯的活动。也感谢恁收看今日的下暗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